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愿在座所有的母亲拢心内拢感觉快乐，拢心满意足，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也愿在座咱做囝儿、查某囝，拢会当学习圣经的教示，亲像《箴言》23章25节所讲：爱互你的父母快乐，爱互你的母亲欢喜。咱咧过节有真侪真特别的情绪甲感觉，有时阵过节会当带来真欢乐的气氛，大家真快乐。但是有时阵过节反倒当有真侪无共款的感触。大家看到我甲一个白色的康乃馨，就知影我的老母已经过身。虽然我的爸母拢真早就过身，但是因为我伫教会中间服侍，教会内底有真侪长辈，就亲像爸母共款，来关心我、照顾我，互我感觉特别真侪温暖。特别是前一站我身体破病的时阵，伫迄段时间中间有真侪人无论是长辈，也是甲我同年龄的，或者是一寡兄弟。因不时咧关心，甲我请安，甲我支持，甲我照顾。我想这就是咱教会功能之一。大家伫主内面，诚做一个家庭，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今日是母亲节，牧师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因为咱做父母的，拢常常想一件代志。就是咱到底要安怎帮助咱的囡仔，替咱的囡仔祈祷，这是咱的细囝真正的祝福。咱今日要来看圣经中间一个老母，叫做撒罗米，来看伊的生命故事，来看伊的转变，来看伊安怎做伊两个囝的老母。咱要领受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因为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求主，这个时刻开阮的心智，互阮看出你的话语的奥秘，也互阮学习安怎去实践你的话，透过安尼来满足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读到这段圣经。一开始，大人讲，西比泰的某带两个囝来见耶稣，伊下拜，请求一件事。西比泰的某是啥物人？伊两个囝到底是啥物人？如果咱若详细去查考圣经，对圣经无共款的书卷中间，相款的经文去对照，咱就会当了解真侪这资料，特别咱对耶稣受死定十字架的时阵，迄个时阵圣经中间无共款的福音书，拢有记载有几个妇人人，咧守护耶稣。若对这名单来对照咱就知影讲，西比泰的某到底是啥物人？伊的囝到底是啥物人？马太讲伊是西比泰两个囝的母亲，咱若其他经文，咱就知影讲，西比泰的囝是指耶稣的门徒中间两个真重要的人，就是雅各甲约翰。所以西比泰的某，就是雅各甲约翰的老母。咱若来看马可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讲伊的名叫做撒罗米。约翰福音书讲伊是耶稣老母玛利亚的姊妹，所以咱若安尼对照，咱就知影讲伊是雅各甲约翰的老母，耶稣的阿姨咱看耶稣的阿姨带伊两个囝，就是耶稣的表兄弟雅各甲约翰来找耶稣，你看到耶稣就对跪落来下拜。来请求一件代志，
耶稣讲啊，你要请求什么代志？撒罗米心中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期待，伫伊两个囝的身上，所以伊就带伊这两个囝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恳求讲：愿你互我这两个囝，伫你的国内，一个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倒边。这撒罗米这恳求这件代志是一件真大的代志哦。就是讲，耶稣咧做王的时阵，伊的囝会当坐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坐伫耶稣的两边。啊，为什么有这款的想法？这坐伫这两边，就是表示讲，耶稣做王的时阵，伊的囝是辅助耶稣的宰相。啊，为什么会做这款的请求呢？咱若进前来看头前的经文。咱会当发现讲，撒罗米其实伫耶稣伫加利利的时阵，伊就开始跟对耶稣。所以耶稣所有的教导，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撒罗米可能拢听伫伊耳孔内底。耶稣第三遍讲伊要受定伫十字架受难的时阵，迄个时阵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跳出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重要哦，因为这是彼得伊心内的话啦。彼得就是迄个卖暗坎的，伊个心内做土地的，伊心内咧想啥就讲啥。伊问耶稣啥物问题？伊讲耶稣啊，看阮拢已经放下所有的来跟对你，安尼将来我要得到啥物？这彼得实在是真笃定的。讲我跟对耶稣就是耶稣你做王的时阵，阮将来嘛会当享受你做王的一寡利益啊。所以你做王的时阵，你看阮已经放了所有拢放了啊，安尼阮将来要得到啥物？耶稣安怎来回答？耶稣讲：我实在来恁讲，恁这跟对我的人，伫复兴的时阵。当人子坐伫伊荣耀的宝座顶面，恁也要坐伫十二个宝座顶面，来审判以色列人12个支派。伊讲安尼或者门徒大家拢有一个真大的愿望。耶稣做王的时阵，迄个时阵做王一定坐中嘛，边仔有12个宝座，但是迄宝座有大细对无？撒罗米听见着耶稣安尼对门徒讲伊想讲安尼爱较早去定位啦，因为是彼得问的嘛。若彼得问的，无一定彼得迄大弟子就坐伫边啊。安尼我有一个囝，就无法度坐耶稣的倒边啊正边啊，所以爱先去占位啊。所以就带两个囡仔，带到耶稣的面头前。来讨这个物件，讲将来你若坐伫荣耀的宝座做王的时阵，互我的囝，就是你的表兄弟一个坐伫你的正边，坐伫你的倒边。伊爱是一个领袖的地位，是甲耶稣做伙做王的。伊爱迄个上悬的位置，所以咱来看伊是一个望子成龙的老母啦。望囡仔将来有出脱。其实咱若反省，咱大多数的人拢甲撒罗米相共啊。咱想看嘛，咱拢嘛将上好的安排互咱的囝，对无？自细汉，咱嘛好物拢互囡仔。囡仔咧读册的时阵，知影倒位有一个好的老师、好的补习班，咱就来第送去。看爱付偌济钱，较欠嘛爱互供应囡仔。上好的物件，这是一个做老母的心肠。大多数的老母拢是安尼，牺牲家己为囝来活。无数摆大家讲过，我细汉拢有一个误解，我感觉阮老母迄好料的拢无要食，拢无爱食啦。若拄着什物鸡腿啦、虾啊、蟳啊，这好料的伊拢讲这妈妈无爱食，这互恁食就好。这妈妈无爱这个物件，大汉了较知影讲
毋是无爱食，是毋甘食，要将好诶留互囡仔。咱做父母诶人拢嘛是安尼。当然有即款诶心态真好，有即款诶疼心真好。但是咱爱思考一件代志，咱为着囡仔所求诶，敢一定对即个囡仔好？我需要提醒咱所有做老爸老母诶，一定爱知影，咱诶祈求，咱对上帝诶祈祷，到底什么款诶祈祷是对囡仔上好？所以当撒罗米对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阵，耶稣安怎回答？耶稣讲：“你毋知影恁所求的是啥物？我要啉的苦杯，恁敢会当啉？”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讲，爱因小看卖，恁来好好小看卖。你敢毋知影你所求的是啥物货？伫我的正边甲倒边是啥物意思？是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祈祷，有真侪愿望，但是咱真正知影咱所求的是啥物吗？圣经中间有一句话安尼来讲，伫雅各书第4章，伊讲：恁得袂到，是因为恁无要求；恁求也得袂到，是因为恁滥散求，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间。所以耶稣讲：我要啉的杯，恁来啉啦，吼！但是我无权决定什么人要坐伫我的倒边、正边。这座位是我的父亲天父上帝为了什么人安排的，吼，什么人？而且耶稣讲：我的杯恁的确爱啉啦，吼！意思是，这杯的意思就是讲，人的责务，人爱面对的责任。这老母所求的是领袖的地位，会当坐伫官位顶面。坐伫迄个荣耀的宝座顶面，但是对耶稣来讲，荣耀的宝座就是伫十字架顶。耶稣并无否定这个母亲的祈祷，只是来提醒，真正属灵的领袖的地位，毋是坐伫咱所谓迄个荣耀的宝座掌握权势来，真真正正是爱用罗卜的心来服侍。所以接下来经文，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恁若知即世间有执政者管辖因，有领导者支配因，但是恁却毋是安尼。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人物的，就爱做正人的萝卜；什么人要徛头的，就爱做正人的萝卜。而且耶稣用家己做一个上界好的模样。讲亲像人主来相款，伊来毋是受人侍奉，是要侍奉人，而且为着救赎正人，献出家己的性命。咱拢期待咱的世界会当得到荣耀，但是咱嘛爱明白，互因得到荣耀，是爱背十字架。当耶稣对伊安尼讲了。圣经无记载撒罗米的反应，但是咱对后面的经文中间，咱会当看伊对耶稣对伊的回答安怎去回应。咱看记着伫圣经中间，撒罗米对头就军队耶稣，检查这个时刻，耶稣改成拒绝伊的请求，但是。咱看伊无见笑转受气，讲安尼我做阿爷，你连面子都无要互我，所以无要对你啊啦。我两个囡仔带转伊，伊无安尼，伊无放弃，伊毋跟他继续军队耶稣，而且甚至军队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的门徒拢逃走，伊犹原无放弃耶稣，忠心陪伴耶稣，军队耶稣。甚至陪到耶稣的坟墓边啊，看见耶稣被埋葬，伊心中悲白艰苦，但是伊咧想讲，我会当替耶稣做啥物？所以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甲撒罗米，撒罗米就是约翰甲雅各的老母，
因买香油要去抹耶稣的身体。所以虽然耶稣伫因的意识中间，互伊失望，无坐伫荣耀的宝座，都无做王，但是伊犹原把握这个机会去服侍上帝，因为伊的心态已经改变。伊知影耶稣所讲的做王，毋是伊所想象的做王，是伫荣耀的十字架顶为人类来牺牲。所以对这咱会当明白，伊毋是简单将两个囝交互耶稣，伊家己本身也献互耶稣。伊两个囝有无共款的命运，咱拢知影。雅各这大兄是第一个顺教的使徒。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迄时希律王的下手苦害教会中间的几个人，用刀杀死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伊是第一个顺教的使徒。伊的小弟约翰呢？约翰长岁数，有人讲伊活到100岁，但是伊一生为着福音的工作咧劳苦。两个囝无共款的命运，拢是服侍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撒罗米最后做一个决定，虽然甲伊的期待无共款，伊将伊的囝献互耶稣。伫100多当前，有7个被称作剑桥7杰的英国人啊，因其中有一个毋是剑桥大学，也无读过剑桥大学。另外有一个有读过剑桥大学，但是无对剑桥大学毕业。其他5个拢对剑桥大学毕业，但是人大统称作剑桥7杰。因接受当时教会的册派，伫大学毕业了，决定往中国去宣扬福音。因这款的决定不但带动当时整个英国的宣教，也震动整个英国的社会。因为这是剑桥大学毕业的，这是当时阵，毋免讲当时阵啦，即马嘛是英国人的精英啊。因愿意放杀伫英国内所有的发展，去到当时阵真偏远的亚洲，就是中国遐去宣教。所以这款的决定影响英国甲北美的校园，有真侪少年人，真优秀的少年人，也对因的脚步做伙往亚洲来宣教。所以亚洲为什么会当得到福音？就是这群少年人当时阵的献身。因这7个人大家中国就是穿中国人的衫无说讲其中几个人的故事，而且讲因老母的故事其中第一个叫做斯达德这个人斯达德这个人伊是好野人的囝伊是这个剑桥大学。迄个英国人拢甲咱台湾人无共款，咱台湾人拢讲野球对，讲棒球。英国人是讲板球，讲板球。我伫电视版看人讲板球，我毋知影规则啊，看无啥有但是英国足风行的，伊是剑桥大学板球队的队长，伊这是正港的二刀流啦，伊也要牵球，佫会晓讲，伊出名的，我想。伊伫英国的知名度差不多亲像咱今仔讲咧讲日本的迄个大谷翔平同款，因为伊牵的球的速度当时破英国的纪录，就真够讲球，所以真侪人拢感觉讲这若毕业了加入球团哇，这有真大的发展，而且厝内底真好个。伊做一个决定，讲伊要去中国宣教。大家拢真奇怪，这校园内底大家拢议论纷纷啊。讲为什么你要做这款？伊讲我是受上耶稣基督救赎的。所谓救赎，就是我耶稣基督牺牲伊家己将我买去啊。
啊，所以我即摆无属伫我家己，我是属伫耶稣基督，所以我可以当占耶稣基督的物件。所以我若安尼占，我就是贼。所以我愿意放弃一切，来到中国的所在，服侍也毋捌耶稣基督的人。伊老母知影讲即个好野人囝惊伊的囝袂当受苦，所以伊特别就感觉讲我无法度阻止啦，无法度阻止我的囝去中国宣教，所以就偷偷写互当时阵瑞地会的即个主持人叫做戴德生牧师，伊就写一张批互伊，伊讲戴德生牧师啊，我来你拜托一件代志，我奉献一笔钱。阮囝斯达德若去到中国的所在拜托迄门床来买上好的，伊用的物件来用上好的，互伊食上好的，毋通互伊受苦啦。结果伊知影了，伊嘛无接受，甚至伊后来继承大笔的遗产，伊全部拢来奉献出去。伊毋敢若伫中国宣教，后来伊去到非洲。也做真好的事工，设立一个非洲的车会，鼓励真侪人去遐宣教。还有一个人叫做盖斯利，因为这7个人中间有2个是兄弟，所以伊总共有6个老母，其中有4个老母是酒馆的老母，就是讲老爸已经过身去啊。这盖斯利的老母知影囡仔要去宣教的时阵。规个人强要起笑，精神状况无好，就甲囡仔冤家沟通，拢无结果。伊只好写批钦骂迄个戴德生，讲一定是你让阮囝煽动的啦，请你毋通去鼓励伊，毋通去煽动我的囡仔去宣教。戴德生来讲，毋是我煽动的啊，恁囝家己会感动啊。我绝对袂煽动伊，嘛袂鼓励伊。我只是甲恁囝做伙祈祷。结果祈祷了，过工因囝无改变，嘛是要去中国宣教。但是这老母改变，这老母甲戴德生讲，我看伊要去中国宣教，伊家己认为迄是伊责任甲权利。我真无赞同，但是我知影。这条路已经真困难啦。如果我若搁来阻挡，安尼我毋就变做魔鬼撒旦，我就变做我的这个遮尔好的囝的歹老母。上帝已经带伊行这条路，虽然无合我的意愿，我是真毋甘嘛，但是我必须要顺服上帝，愿上帝祝福伊，也祝福恁的工作。所以后来因遮老母就做伙集中伫迄个斯达德因老母迄豪宅内底，每一礼拜拢组织替因的囡仔祈祷，来祝福。虽然真毋甘，但是来祝福伊的囡仔的工作。也就是因为即群老母，因愿意牺牲奉献，即个囡仔愿意牺牲奉献。咱今日伫亚洲的人，才能得到福音嘛。咱若看台湾的历史，派来台湾的宣教师，拢是当时阵因国家上较优秀的人。咱就因为安尼得到这个福气，今日咱来反省。咱拢常常认为教会生活就是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欢喜、快乐、享受团契的生活。袂记真爱常常去甲别人分享福音。伫遮我嘛想起着我的老母我的老母伫我9岁时阵就守寡，请养阮3个囡仔，我有2个小妹，请养阮3个囡仔长大。当我大学毕业的时阵，阮所有的亲戚朋友讲阮老母出头天囡仔会当去
上班趁钱来供应家庭的需要。我阁有2个小妹咧读大学，但是迄个时阵，我决定要去大专中心去服侍。我捌大家讲过，迄个时阵，阮咧只有一个干事的编制，但是阮有3个干事，所以爱分享下咧，只个人摕1/3。这别人看做无正经的头路，阮老母犹原支持我。我迄时阵，逐个大学毕业有咧工作，逐个转去来阮老母讨钱。但是我老母就是安尼点点来我支持。我老母是甲我做伙信主的伊对圣经的道理，老实讲是捌无真济，但是伊就是遐尼单纯咧顺服，支持囡仔。亲爱兄弟姊妹，咱无一定咱的世界拢爱做海外宣教的工作，但是牧师要甲大家讲，做父母，互囡仔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帮助伊去明白上帝伫因生命中间的计划，然后来支持、来鼓励，互伊去完成上帝交代伊的计划。这是做老母、老爸上界大的一个责任。你的囡仔会当伫职场顶面做真好的见证，引带人来教会来信耶稣。你囡仔会当做真好的宣教事工。你着爱来支持、来帮助。咱虽然有人真会安尼感觉真唔甘，这就是撒罗米的功课，也是剑桥奇杰老母的功课。今仔日也要真做咱的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透过今日的经文帮助阮去思考，一个做父母的应该爱帮助阮的细囝去敲找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计划，然后支持伊、帮助伊去完成这个计划。主，这是无简单的功课，求你帮助阮，我每一个人透过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